有做開 gym 嘅人實知道蛋白質嘅重要性，但到底食幾多先至夠呢？呢個問題其實有好多講法。蛋白質攝取量通常係以每公斤體重要食幾多克嚟計，並且會分成最低有效攝取量同最佳攝取量。最低有效攝取量係指能夠產生明顯肌肉增長效果嘅最低蛋白質攝取量，而最佳攝取量係指能夠產生最大肌肉增長效果嘅蛋白質攝取量。最新研究發現，最佳攝取量可能比我哋預期中更高。研究指男性最佳攝取量係每公斤2至2.35克蛋白質，而女性就係每公斤1.75至2.05克蛋白質。但要留意當中嘅個體差異可能會高達20%，咁就可以解釋到點解有啲人食好少蛋白質都可以增到肌，有啲人就要食好多先至得。不過如果想更準確有效嘅話，原來有另一種計算方法。想知就要 follow 教練聯盟，留意下一集啦。